明有4天的连假，全台湾的游乐区甲各地旅游景点，伫防疫的同时，嘛趁机会拼经济，推出着优待拍折抢人客。清境农场有名的杨阿妹妹伫草坡顶走来走去，拢会吸真侪游客来观赏。虽然山顶空气新鲜，不过游客也是拢有做好防疫措施。口罩啊、酒精都有带啊。哦，酒精也有带啊。游客进场酒精消毒手是上基本的，除了员工本身每工量体温，农场嘛选择游客上好爱2公尺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农场估计这次年假游客会减少5成。每日的游客大概是在3500人到4000人之间，那大约是比往年同期大概衰退50%。清明年假全台旅游景点虽然防疫，嘛是努力拼经济，推出门票优惠。西湖度假村下晡3点半进前，票价是100；内埔乐园门票买1送1；太雅度假村大美6折优惠；剑湖山身份证号码有21738门票99；宜台世界海鲜儿童门票10块。冬日寿星或者结婚10周年夫妻免费进场，另外12岁以下儿童免费婚纱乐园、野柳海洋世界、小金阁、六福村、加九族文化村等等。每一位免费的儿童需要搭配一位购买全票的一个大人，那大人也有650的一个优惠价。虽然疫情冲击观光，但是业者嘛充足的准备，要伫这次年假冲出一波景气。